追江老城，现在我们到新市镇去，什么是老师的新名字？
要淹掉吗？
不是，他就给的了。哇，好，对，这手做的，刚才的一起不知道怎么说。哇，看你那么细看衣服。我们上海的。上海的。哦。哦，你比起去吧？跑得远吗？对，就这样，对。说吃了不呢？上海了。上面的美女看过来，看过来。我开了，上去了喂。后面来车了，你们的车子告别。他可以走，可以走。后面可以上来。下到。他过他的嘛。他这个路就不。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衣服嘛，女的一个衣服，很漂亮。老人全部都是超最多。上一次我们来了，你们那边修路，不让过。哦，对，知道吗？那个水不是泥的路。后天上来。后天走，他说。那边上来后天了吗？后天。前天。后天。桥头宾馆，我靠！最主要是是他们吗？另外的。水过去，那是都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。其实你这个过不的，达到空气不一样了，空气个路过了对，起码几个我都是对天我都忘。看他们手里指了，你要讲。你搞完了是吧？不是，我去看到有的人说，那些吃的。这个香水还好的。给我带个。你其实问的，你看屋头那个嘛。对了，俺们不是拿到是啦。
Zaten nereye ben